正道伫上帝面前过一生，请曾牧师。主所听，亲爱的姊妹，恁过了好的新的一年吗？恁过去的假期，新年的假期快乐吗？快乐。啊，有好休困吗？够幸福，感谢主。多谢花姐的回应。愿咱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力上加力。这个礼拜，若是一般咱的外面的属龙工商，应该讲就是准备要开工。哦，基督徒的开工无举香拜拜，但是基督徒的开工就是来到主施恩做证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。所听的姊妹，愿新的一年，上帝互恁的生命中间有奇妙的大事，特别对年头到年底。今仔日个礼拜要邀请遐的姊妹来学习，来思考一个真要紧，对你的信仰，对你的活命，足大的一个真要紧的态度，就是徛伫上帝的面前，伫主的面前过一生，对少年到年老。所以听的姊妹，你信主偌久？无论你信主偌久，伫主的面前的意思就是敬拜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的敬拜就是渴望伫上帝手中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恩就是稳定，力就是能力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，做稳定满满。因为耶和华的稳定是一世人会久。也这恁会记得这句话嘛？无多少忧愁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主亲自将伊甲你陪伴，伊的祝福，伊的家事，伊的赏赐，伫今仔日个礼拜来赏赐互咱。伫主的面前是圣经内底一真要紧的家事。伊另外一句话叫做在耶稣基督里，你会记无？伫主的面前，其实就是等于伫新约内底耶稣讲。你若离开我，因就袂当做什么。我是葡萄树，你是葡萄枝。感谢圣歌对今仔日为咱所吟这条诗歌，深深认捌上帝的话，结连伫上帝伊的活命的刚好。亲爱兄弟，咱用祈祷来领受今仔日圣经的祝福。主伫一般社会属龙工商，因伫一年新春过了后，因拢会有开工。真侪头家人，因若是拜拜，伊就会带伊的员工伫遐来拜拜，求好的一年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所听的囝子，所听的天，所敬畏的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所听的囝子查某囝。愿今仔日恭恭敬敬，自己伫你的圣殿，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来敬拜你。主互阮知影，阮的一生其实就是伫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。阮的生活就是敬拜，敬拜就是阮的生活。今仔日你互阮三句话，一句是代笔的话，一句是彼得的话，一句是保罗的话。专门对这个历代3000年来无同款时代的人，因怎样徛伫你的面前，因的态度，因的祈祷，主今日通过圣经，也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互阮的囡仔，阮的家庭，请做一个会晓得用心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上帝的家庭。转伫你面前静静听，愿新的一年，你的奇妙大事，伫阮的生命中来发生，互每一个跟对你的人，因的生命就真欢喜讲：哦，主我感谢你！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主的面前是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态度。一个人来要凡事，一个基督徒来要凡事，伫主的面前问上帝。
伊要有充足的智慧，伊的人生无要行冤枉路，伊的重担要得到头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思考，伫上帝的面前过我的一生。其实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我活伫这个世间吗？我活伫上帝的面前。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？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无论有受教育无受教育的人，这句话常常拢是人类最古早到今仔日。无论是对一个种族，无论是对一个民族，我活着，这就是人对自我伊的存在一个思考的问题。有时伊真严肃，有时伊真艰苦，但是有时伊真甘甜，真奇妙。主所听一下的姊妹，愿上帝祝福你，让你活着的一生有美好，有甜蜜。愿天父上帝心使咱过了一个年，假期较好，都拢会结束，对无？啊，这准备要开工，咱拢感觉讲啊，这个年都几啊工了，5工10工，啊，开安尼，该先困一下，啊，都这个年都过去啊。兄弟姊妹，假期虽然好，但是工作更较好。愿上帝祝福咱伫新的一年，你手所做的工，你心所想，嘴所吐。所以咱的礼拜不是干了一礼拜，顶礼拜讲心想事成的奥秘，意思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你所需要一切甲主讲。咱嘛伫新春的时，咱同齐互相祝福讲。新春迎福，我要怎样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？牧师有甲咱鼓励讲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过来咧，讲好话，求上帝甲咱祝福。过来咧，求主甲咱改变，甲迄个饼，生命的饼把它拍开。过来咧，有舍就有得，给出去。咱的生命是为着要祝福别人来存在。咱的生命嘛是为着要经历着上帝。我活着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，却是伊真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少年的时候，你也会记得，你捌伫心中真特别的时间点，特别伫心中的代志，迄个真关键的时间发生这样代志，你心内忽然有一个想法，然后迄个想法改变你的一生。你捌拄到这种的情景吗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也祝福咱的囡仔，互咱的囡仔伫因真细汉的时阵，因心中就有上帝的信心，来对因讲话。虽然检测因唔知影，但是当因心内咧想东想西的时阵，其实上帝就是伫迄个中间来对人来讲起一种叫做存在主义。伫欧洲的哲学，伊家叫做存在主义。但是在基督教圣经讲，它就是生命的神学。什么叫做神学？神学就是向上帝学到的学问。神学是什么？神学就是对上帝学到的奥妙的智慧。生命那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敢会对咱的人生讲话吗？你想呢？我的生命那是上帝所想出，我的生命那是上帝所创造。上帝敢袂伫我的人生中间甲我讲，我的囝往东，我的囝往西，我的囝这样代志好，这样代志不好。我的囝你看头前，我要甲你准备，因为我有甲你陪伴一个真奇妙的人生。活着就是生活，就是敬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今仔日圣经旧约是代笔的话，兄弟，今日的圣经只有3句，旧约一句，新约一句，金句各一句。伫旧约的中间代笔讲，我的家庭毋是一个真完全的家庭，但是上帝甲我立永远的约。代笔知影伊的家族毋是一个真完整的家族。这个家族若伫上帝面前看，并无什么通了不起。所以
代表讲我伫上帝的面前，我知影我的家庭是心中的家庭，但是上帝甲我有永远的约，伫一切的事顶悬，伊要为我成就。呀，这句话会当帮助咱祈祷，你爱吗？你主面前，你甲主讲，主，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，我常常安尼青讲对啊做，毋对啊做，误做。主求你帮助我，我无有智慧，我嘛无有真悬的教育，我要怎样教我的囡仔？我的家族是一个无完全的家族，但是上帝求你怜悯我，用代笔的祈祷做你的家族的祈祷。第二，伫新约的中间，这句话是彼得所讲。和合本的圣经安尼讲：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。伊讲的这句话，亲爱的姊妹，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。又讲一个，就是一生的态度，都凭着良心。亲爱的姊妹，我要用这句话来邀请咱一生做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你用心中的态度来面对你心内你所相信的上帝。代表讲，我一生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拢坚持这个态度，就是无愧的良心。什么是良心？兄弟姊妹，咱读圣经了后，你敢有对这个良心有更加清楚的宝贝 ？conscience， 觉醒，这个字就是来自于控跟 sign 就是科学了，就是根基在真理顶端的一种的智慧。良心就是上帝的灵伫人的内底，互人有一种道德的意识。你知好歹，你知对毋对。起初上帝创造人，心是清气，良心是清气。后来人伫这个世俗的世间，叹血气，所以上帝讲：人既然属血气，我的圣性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底。我倒来到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，今仔日祈祷的主题。亲爱的姊妹，咱自这个礼拜堂，咱有听上帝的话，咱有捧圣餐的杯。当你若捧起这个圣餐的杯时，你甲主祷讲：主啊，这个圣餐的杯可遮细地，遮细杯。我牧师是安那教会煮圣餐不爱用迄个马克杯较大杯。互大家啉好够劲，有效的，一点点啊，嘛有效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咱捧起这个圣餐的杯时，你甲主讲，主我徛伫你的面前。今仔这个礼拜，书会的同工甲牧师有鼓励阮，踮伫上帝过我一生，伫主的面前来过我一生。咱捧起救恩的杯，咱来担主的恩典，对年头到年底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互这个礼拜改变咱的家族。拄则牧师甲咱解释讲，这是代笔的祈祷。你想讲撒母耳都毋是代笔的写的啊？但是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你若好奇你对读，重新对第1节到读到第5节，撒母耳记这个所在记的，就是代笔。伊伫最后的一个人生的感慨，就是讲伊最后要了将我的时阵所讲的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捌听过无？人到一生的芦苇，就是一生的悔过。代表讲一句话，伊讲我的家庭、我的家族伫上帝的面前，并毋是安尼，并毋是安尼是啥物意思呢？并毋是完完全全照上帝的教示，并毋是完完全全照上帝甲我所约束。因为我甲上帝会通约束，但是我无一定有法度坚持迄个约束。我甲我的家族伫上帝的面前，
并非如此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阮并不是完全的人。伊知影，伊嘛有犯着罪得罪上帝，就是因为这种人才知影讲，要怎样伫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怜悯。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甲我的家族并不是完全。搁落去咧，神却兄弟姊妹，把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上帝却，上帝愿意，上帝并无因为阮的唔对，阮的错误的态度气杀阮。上帝却甲我的家己立永远的约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恁。咱的家族要叫做有幸福的家族。我感谢上帝，我有信仰的前辈，伫我的家族，对我的阿祖开始信主，无论是外祖内祖，拢是第一代基督徒。到我渐渐大汉捌代志了后，我静静咧看我两方的士大人，无论是我的姑表，无论是我的叔伯，无论是我的姨表，我发现上帝伫阮两方的家族，爸爸妈妈的两边的亲人，拢有伊真奇妙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来到上帝施恩之前，岂能空空的离开？还在你想咧？咱来做礼拜，咱来到主的施恩之前，咱敢通空空离开伊嘛？兄弟姊妹，有人一个感动。对三峡开车，天拄光，就想要来看伊所好奇，伫直播顶馆所参加的礼拜教会，到底是什么种的教会？直接来自我介绍，甲牧师讲，我就是主堂教会云端的会友，足奇妙。因为咱的上帝无所不在，不是德堂教会有外了不起，不是。是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礼拜，咱知影，拜一开始都是开讲。你准备好啊吗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礼拜了后，你真严肃、真刻薄、真认真，伫你的厝为着你新的一年祈祷。梁主要开工啊，要开学了。主，我跟你立约，我将我每一天都献给你。教会青年，请你注意，这是牧师伫重考迄年的祈祷。我跟上帝祷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拥有更好的学校。来完成我的大学教育，我跟上帝祷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但是我无把握，所以我跟上帝祷告，伫重考的每一天，我将每一天，拢当作我跟上帝约束，我只要一天过一天，把每一天认真的过好。兄弟姊妹，在神的面前过一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教会的青少年，你不是干那爸爸妈妈的宝贝，你是上帝的宝贝。你们可以拥有更好的生命，不要看轻自己，要珍惜自己，要追求极宝贵、有价值的事情。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，迄个金句就是彼得所讲的话。彼得怎样讲？伊讲，要在你的里面常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因为这在上帝的面前是极其宝贵。意思就是咱的品格，咱要徛伫上帝的面前，要有一个态度，安静清洁，就是一个态度甲品格。愿伫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主将伊所欢喜逐种的完全，
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代笔即个今仔日的祈祷，拄拄就是望着我的心。我的家庭是一个遮尔平凡，但是上帝，阮是甚物人，你竟然看顾我。愿伫要上帝甲咱立约，伫新的一年开工，一直到年底，咱来跨年祷告会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带着咱的笔记本，带着咱心中的感恩的祈祷，咱甲主讲：主，你是真个我的上帝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你甲阮所立的约，你就照安尼来做。上帝要互咱伫伊的面前看到什么？看到伊的面。你讲我从来毋捌看过上帝，我嘛甲你讲，我嘛从来毋捌看过上帝。但是我感觉我的上帝从来毋捌离开我。对我的学龄前，上帝就甲我开我的一种的感知。伫我的感知内底有一个我的小秘密，我从来毋捌甲恁讲。但是我感觉迄是一个真重要，也让我迄个感觉，互我感觉，我不要随随便便，我可以过一个很棒的生命。亲爱的姊妹，当咱安静的时，咱要看见上帝的面；当咱安静的时，你要听到心内的声，就是上帝甲你讲话。或者今仔做礼拜的时阵，恁即摆礼拜当时，恁有听到今仔日有足无共款的声无？对牧师，你即讲是圣歌伫咧练歌的声吗？恁今仔日即摆有听到鸟仔声无？有几个人有听到鸟仔声？请恁举手。哈，兄弟姊妹，万民要讲起上帝的好，有时咱无拄拄听到上帝的声。检查是因为咱无注意到迄个声是上帝的声。亲爱的弟兄，我毋是讲迄个七鸟的声就是上帝的声，毋是。伫咱人生中间是安尼，咱需要有一个宁静，咱需要有一个敏锐，咱需要有一个清澈耳孔拍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咱常常看见上帝伊的面光。伊讲伊要用伊的欢喜的面来看咱，咱要看见伊的面的光。所以你姊妹，上帝祝福你，伫新的一生。大笔伊讲，我的家庭虽然无好，但是上帝甲我立永远的约。这句话是所有大笔对的一生的回顾。伊讲，我细汉是一个顾养的囡仔，就像咱德东人讲，我细汉就是一个做事的家庭大汉的囡仔。烧草放田水，阮就是做世人。大笔讲，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故，放伫你的心内，甲上帝讨。主，我甲你立，我要甲你立我的生命约。我毋知我的将来怎样，但是我愿意将我一生献予你。过一天算一天。这句话当是好话，嘛当是歹话。过一天算一天，就是戆我过，毋知咧过啥。但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我把每一天当作一粒小小葡萄果子，每一天都是一份奉献。主要将我每一天拢献予你。我不求明天的未来的阳光。我虽然不知明天会如何，但是上帝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我相信你有奇妙的带领甲计划。祝福恁的家庭，祝福恁的囡仔，愿恁的一生天天是尝到主恩滋味的过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我要甲咱讲两项的祈祷。第一，伫上帝面前是一个真神圣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来教会做礼拜，若无改变你的性情；伫教会出进，若无改变你的价值观念，安尼表示，毋是讲你无认真，是表示可能咱的心也无完全向上帝拍开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无人无改变的。
无可能无改变。一个若真正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当作上帝的人，更加慢，伊一定会改变。上帝所做上宝贝的新约，就是改变人的生命。你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愿主甲恁三个弟弟，迄个开车来到咱中间的迄个兄弟，因为伊伫礼拜中间听到一句话，伊讲：牧师，你讲上帝话、圣经的话，毋是做参考的，是要用出来活伫我的生命中的。伊讲：牧师，阿们。这句话就是我的一生。兄弟姊妹，何等的奇妙！愿天父上帝甲咱遮个，恁有隐私，牧师无一定讲的拢讲，但是，既然是表明伫上帝的这段情的见证，就亲像大笔的伊写伫伊的诗篇，写伫撒母耳的内底，就亲像保罗写伫伊的批信的中间。伊讲伫上帝的面前，我行事为人，都凭着良心。兄弟姊妹，咱做礼拜，咱凭什么心？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用啥？阿们，较大声呀！用心甲用诚实真心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。除了求上帝甲咱恩上加恩以外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，就是主啊，互我看见你的荣耀，你的水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伫新的一年何等奇妙！伫上帝的面前极其神圣，极其宝贝。这句话写伫彼得前书3章，伊讲极其宝贵。亲爱的青年，牧师要用这句话送互你。这句话用语翻做 luxury，luxury 就是讲真贵重的，你咧买迄个品牌上好的名牌的东西，真奢侈的，真贵重。兄弟姊妹，你要甲上帝讲，我相信你赏赐我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是非常的 luxury， 不是钱买的。是一个真贵重宝贝。牧师甲恁分享这话，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咱没有擦身而过的遗憾。晓得？有真侪时阵，咱听讲道了就擦身而过。但是那是上帝伊的恩典，不要擦身而过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什么叫做极其可贵？你的活着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品格，你的思想，你的言行举止。所以保罗讲：“亲爱兄弟啊，我伫上帝的面前行事为人。”迄句话是保罗进入礼拜堂的中间，讲道的中间，还是见证的中间第一句话。保罗毋是耶稣12学生中间的一个。但是，伊所写的批信，伫新约的内底非常的重要。伊传福音两个方法，伊每到一个新的所在，第一先前要礼拜堂传福音，传互什么人？传互遐的犹太人。犹太人已经认捌上帝啊，但是因所认捌的上帝是白纸黑字，圣经所讲的遐，要搁伫个壁顶。苦苦的流目屎咧讲，比赛啊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保罗传福音第一个一定先进入礼拜堂，伫当时的会幕，伫圣所。这句话就是伊徛伫所有遮犹太人的长老，甲所有遐列比的面前，伊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徛伫这个圣殿的内底，上帝伫遮，我徛伫伊的面前。我要甲恁分享一项，我对细汉到今仔日，我拢凭着良心过生活。愿主耶稣基督
亲自将伊没有瑕疵的生命，原来的主耶稣基督，将伊一个宝贝、德性、关键的活命，享受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我们活着就是耶稣基督，你能记这句话吗？在上帝面前过一生，都爱亲像耶稣，亲像保罗。伊讲：我活就是基督，为主来活，我活就是基督。意思就是照伊的教示活出来伊的话。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品格，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心中有压力、无把握，甲上帝讨。主啊，我无爱做你了尾仔囝，我毋是讲恁是了尾仔囝。主啊，我无爱做迄个永远未大汉的基督徒。愿你的荣光，愿你的权能，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，伫我的生命中，亲像伫天灵。兄弟姊妹，luxury， 咱若去百货公司，咱会去无共款的顶级，上高级的迄个百货公司，咱去常第一个动作拢先该现起来看伊的价钱偌济，因为迄决定咱有能力甲无能力甲伊买落来。咱无能力对耶稣基督买到这个物件，但是耶稣讲：我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要互你得到这个物件。你相信吗？主帮助咱。所以圣经安怎讲基督徒的人生生活的态度？拄则一开始牧师有甲咱讲到，在神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，甲在耶稣基督里，等于是相共的意思。我若伫上帝面前，我毋敢假笑；我若伫上帝面前，我无凊彩讲话；我若伫上帝面前，我就真正经。板凳坐三分，徛抬头挺胸，恭恭敬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是代表的基督讲，我的家族并非如此，不是咱的家族啦。代表其实应该讲，我并非如此。我嘛捌伫情欲的中间跋倒，辜负我的上帝。伊的上帝捌伫非利士人的面前行迄个大事，恁会记代表无？小小大卫，一支军队都无伊的力量，5粒石头，咻咧咻咧咻咧，迄个非利士人得者倒落去。这个代表嘛捌跋倒，但这个代表有一个最大的信仰的特质。就是伊知影通承认家己毋对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定心甲上帝立约。我并非如此，但是我一切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最后一句话有无？我所想所求所讨，既然依我心中所想的，那下伫主的旨意，主求你照安尼甲我成就。求天父上帝伫恁的人生的中间，互恁的礼拜诚侪享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通空空来，空空倒去。咱来做礼拜，就是一个享受，恭恭敬敬，坐伫上帝面前，徛伫上帝面前，就算做无讲道、无礼拜。咱伫礼拜堂听上帝有缘伫遮，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扶持咱，互咱活伫上帝面前。活伫上帝面前有2项事，第一项就是上帝恩典，第二就是上帝的差遣，伊所要互咱的使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会通亲像代表讲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一生会久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所以圣经中间有真侪圣徒、使徒，毋是干那保罗，毋是干那彼得，
阁有代表以外，有真侪上帝所用的先知旧约，伫新约中间有亲像雅各、彼得、犹大，因拢讲起伫上帝面前的经历。我只有通两句话互咱听。第一句话就是保罗写伫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，伊讲伫上帝面前，恁要有能力，恁期待吗？兄弟姊妹，甲你的囡仔男呢，该祝福。伫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有能力。兄弟姊妹，用上帝的话，带咱的囡仔来相信上帝的话，阁有经历上帝的话。我跟神求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神真的给我一个机会，而且这个机会不在我的生涯规划中间。伫迄个基督中间，并无今仔日这种的我的工作的选择。但是上帝伊的计划是超过基督的人的计划，你相信吗？何处带恁？你要享受，你要甲上帝讲：上帝竟然连我所无求的，你嘛予我。今仔日的启应文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伫上帝的面前蒙神的喜悦跟祝福。新春迎福的时阵，牧师读旧约，恁会记无？伊讲愿上帝用伊的面的光照恁，用伊欢喜的面来看恁。迄个意思，恁会记牧师甲伊讲，上帝祝福，迄个祝福的动作，恁还会记得牧师的解说吗？蹲下来，上帝甲咱人宝贝的囝子，你是我所宝贝的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的幸福，主所想说的满足的喜乐，满满伫恁的生命，互恁用袂了，对年头到年底用袂了。满足的喜乐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的工作，伫你的人生，互你对年头到年底用袂了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过来，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稳定的背后还有一项，就是行事为人。上帝设立咱做伊的囝子，上帝拣选咱做伊的使徒，互人称咱做基督徒，是为着要互咱徛伫人甲上帝的面前。一方面是上帝，一方面是咱外面的厝边头尾。行事为人，兄弟姊妹，谨慎你的生活，因为牧师用嘴讲道，基督徒用生活讲道。你听有这句话吗？牧师用嘴讲道，帮助兄弟姊妹活出神的话语。咱是心中的人，我活着。圣经甲咱讲，就是保罗所讲，伊讲凭着良心，良心这个字叫做顺内道，这个字就是我拄则甲咱分享讲，是来自于真理，是一种的觉醒，是一种的道德的意识感。我知影好歹，我知影啥物对甲毋对。愿天父上帝擦亮我们的心，互咱的心常常有敏锐，听会到伊要互咱听的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最没有瑕疵的孩子，最没有亏欠的工人。这就是伫上帝的面前生活甲工作的态度。咱不一定要做大事，但是我们要做信实的事。咱不一定要做大代志，但是咱来做怜悯的事。怜悯人的代志，诚实的代志。无诚实的话减讲，哪怕那是只是形容词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小事做起，
伫小事的顶缘尽忠，然后咱就会当为主最重要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立约，主我恭恭敬敬徛伫你，甲你世界的背后。这种相片应该安尼解说：这个人是用背影对咱，咱看到伊的脚趾片。这张相片应该代表讲，上帝伫我的脚趾片。我站在神的面前，上帝要爱我，替伊做见证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张相片送互咱。这张相片常常伫咱的教会礼拜中间，因为这张相片是我真爱的一张相片，伊是 PPT 的自动的背景的图片。用这张图片鼓励兄弟姊妹，每一摆来做礼拜时，爱认真。何牧师甲恁鼓励，恁来参加圣歌队，恁来准备心；恁来带敬拜赞美，恁嘛爱准备心，好不好？因为伫咱的礼拜中间，恁拢伫直播，咱来看到咱教会，这个带敬拜赞美是有气有力。安尼，咱应该更加侪努力，甲记得，伫上帝的面前行事为人。我做任何代志，拢爱认真准备。我得到一个足大的感动，是早期咱的教会参观韩国教会时，其中有一间教会叫做中央，不是纯福音教会，中央教会，甲彼个甲这个中央纯福音教会无共款。当阮去参观因的半宵祷告会，就是对12点开始的晚祷。阮食饱了去到迄个礼拜堂，牧师甲阮介绍因的教会情形。我看手表大概7点外，后来牧师就带阮入去礼拜堂听。因咧带敬拜赞美甲晚祷的当工，早已经伫礼拜堂7点外还未8点，因伫准备心，佮准备因复习因所敬的诗歌。大概8点外，所有的敬拜赞美的团队都安静，坐伫礼拜堂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一个4点钟安静的祈祷到半宵，你想伊所带的敬拜赞美诗歌，会无亏咱吗？因咧吟诗歌的时阵，其实已经毋免看歌词，为什么？因为伫迄4点钟祈祷，迄个诗歌反复伫因的心内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用伊较水的画面放伫咱的内底，咱若毋甘愿甲即个上水的衫摕出来穿，较有啥物路用？所听的姊妹，做任何工作，认真做，因为有一日咱要无能力通做，恁相信吗？趁着还有白昼，趁着我们还有体力，趁着我们还能做，认真做。因为有一日咱无体力的时阵，上帝要互咱做另外一种的工作。伊的名毋是叫做死亡。伊的名就是属灵，因为到年老的时阵，咱要成做一个成熟的属灵活命的基督徒，袂当做粗重的工，但是会当做祈祷、祝福、守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是一间温上加温、力上加力。温就是上帝天上来的一切美好。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、恩赐，拢伫咱的内底。力是什么？能力。上帝的能力，要互咱伫教会内是安尼，伫社会嘛是安尼，伫家庭嘛是安尼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2个祈祷，咱甲主讲，虽然说你踮伫我内面，当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像这个这句话读一解。
现今做我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。你换手伫你的心来讲，主耶稣，你踮伫我内底，我要为你活，好唔好？互今仔日个礼拜，你甲主讲，我一生拢是礼拜，拜一到拜六，我伫我的公司；拜一到拜六，我伫社会做礼拜。礼拜日，我来到圣殿做礼拜。我伫世间的礼拜就是我的工作。我的工作就是礼拜，我的工作就是祈祷，祈祷就是工作，工作就是祈祷。我活的就是伫上帝的面前，为着要敬拜伊。愿上帝帮助咱参与教会任何你欢喜的工作，照你所欢喜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真侪参与爱餐侍奉备餐的姊妹，愿上帝多多祝福你，因为今仔真侪教会听讲德登教会有爱餐这个侍奉，因拢真讶异。因讲阮的教会开始爱餐无3礼拜就结束啊，但是咱的教育爱餐超过30年，若毋是因为一代搁一代，若毋是因为教会中间有一寡姊妹恁愿意。伫教会内底，甲这个侍奉当作这个教会需要的一部分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恁不但有马大的侍奉，恁嘛有马大耶稣所予伊的祝福。马大毋是一个无信仰的人，毋是，不要错觉，感觉耶稣咧骂马大，讲玛利亚会晓听讲道介绍介绍西奈，兄弟姊妹。其实耶稣的话语中间从来无贬低马大，马大伫初代教会嘛，毋是一个迄种负面的图像的人。侍奉本身就是一个听的行动，若要听的行动，无人愿意侍奉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。佮一概倒来到一句话，这是保罗所讲的话：我伫上帝的面前，我的一生。我的行为、言行举止，行事为人的这个意思。我的讲话亲像囡仔，我的讲话亲像囡仔，我的性情亲像囡仔，我的行为亲像囡仔。但是我若长大成人，我的言行举止就凭着良心。人的良心是对来。保罗讲，若毋是圣神踮伫你的内面。若毋是人内底迄个圣神，就无人会通赢过迄气，就无人会通明白伊的一生中间要做什么代志。若无上帝的圣神伫伊的内面，伊更加无可能认捌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今仔日，伊的圣神将一个新的心、清洁的心、正直的心。善良的心，高怜悯人的心，是上帝伊家己的心，放伫咱的内底。因为咱的教会改变，你愿意做回来吗？因为咱，所以这间教会改变。因为上帝，所以你改变，我改变。主帮助咱。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学习保罗，这就是一张图片来讲起今仔日这段彼得前书这个使徒行传第23章第1节。保罗徛伫会幕的内底，会堂，伊甲所有犹太人见证讲，我伫上帝面前行事为人。我用这个图片鼓励咱，你该放伫你的脑海中。无论你行到什么所在，恭敬敬抬头天上，我任何场合的内底，主我拢代表你；主任何场合，我拢代表你。愿你的圣心甲我三合伫地 ，conscience， 良心就是英语甲翻做 conscience， 这个字 CON 后壁是一个 S，
，CIENCE， 后边迄个字叫做科学 ，science， 根基在科学上。科学是什么？科学就是万物的学问，安尼尔。那用圣经的话叫做上帝话，用圣经的话叫做真理。咱的生命要活在真理的中间，因为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要用真理、用真实、用心灵来敬拜伊。愿主的圣神即时降临，甲所听的姊妹恁同在，种种，改变咱的态度，改变咱的思想，改变咱的品格，改变咱的习惯。我甲讲一解，若是真正谦卑拍开心门，敬拜上帝基督徒，若无改变，迄是一项真奇怪的代志。现在为主受改变，为主受改变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今仔日新春要开始开工，阮准备阮的心，无论是伫家庭，无论是伫教会，无论是伫阮的工作的职场，主，阮要奉你的名，拍开恩典的门，行真理的路。主，求你甲阮三个对定，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阮拢亲像活伫你的面前，夜头三笑，你就伫阮中间。你伫阮的心中想事圣神，你伫阮的心中改变阮的念头。这就是古早人阮的时代甲阮讲良心，主，互阮的歹的心变良心，变好的心。主改变阮，当阮抑阁伫虚假的中间讲夸口的话的事，主约束阮，帮助阮，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活伫你光明的国度。我咱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